名的服装设计师林国基是台西的主题，嘛是芭比尪仔的收藏家。即届回到故乡来举办欢乐娃娃的婚游记，展示伊的珍藏品，要甲大家来分享。 林国基老师向民众绍介展览品，毋但是有名的服装设计师，嘛是宝尪仔的收藏家。即摆受到台西海口故事处的邀请，举办宝尪仔婚游记展览。我把我一些收藏的部分的精华呢，都做一些集结式的整合，然后在这一次都呈现出来。林国基老师讲，因为对故乡的爱，所以决定把即摆展览的宝尪仔含佚佗物仔全部捐予婚林馆，希望未来会当伫咧婚林成立宝尪仔博物馆，社区啊侪人来到婚林佚佗。我也希望我这一整个的收藏呢，能够捐给我的故乡云林。 台西海口故事处讲，展览的时间，若伫咧拜六礼拜，拢有体验的课程，互民众报名参加。有兴趣的民众，拢会当伫咧海口故事屋的老明册报名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